国际消息，咱要来看，川普对顶关税政策出来了后，即马就有美国的好业人，伊伫咧网络顶建议民众，都爱趁物件还未起价进前，一寡日常生活消耗品先买挂，甲囤起来。另外，有专家认为讲，亚洲各国来比，印度的税率比较有较低，人工嘛较俗，可能会成企业去印度设厂。一粒优莱爱2.4美金，差不多代表82块；一磅差不多0.45公斤的青葡萄爱3.4美金，差不多代表116块。美国超市有世界各地来的新鲜蔬果。川普的对顶关税公布了后，全球市场拢影响。美国超市的农产品也是各项日用品，即嘛是这个介绍，不过未来无一定，恐惊会转予消费者。美国亿万好业人库班伊伫社区媒体建议民众，应该伫物价起价进前赶紧囤货。对库班伊的呼吁，供应链学者认为，虽然伊的烦恼是合理的，毋过惊起价大量购买，会使通货膨胀更加恶化，造成供应链欠缺，致使生产袂赴，而且未来情势不明，消费者应该谨慎使用各种资源。Economists also say the effects of these tariffs won't be felt equally. Lower-income households spend more of their income on goods rather than services and have less savings to draw upon. 川普的对顶关税是指美国对其他进口国扣因对美国同款的税率，来确保双方的商品拢会当公平竞争。像讲对中国征收30%的关税，对孟加拉是37%，对印度是26%。印度经济专家分析，高较悬的关税对印度来讲有好有歹，虽然会影响当地企业，不过若是甲亚洲各国相比拼，印度税率有较俗，而且受到冲突的大部分是真需要劳力型的产品。这跨国企业可能是看到印度人工较俗这点，大量甲工厂刷来印度。The global value chains will restructure because of this country-level uneven tariffs. And many of the goods like electronics, machinery, labor-intensive goods like textiles and garments, which were being produced in China, Vietnam competitively. Now, because of the high labor content in these goods, some of the global manufacturers may find relocating to India very attractive. 东南亚的大灾区越南会予美国扣40%的关税，因为越南对美国商品的进口税率达到90%。川普伫社区媒体大文表示，伊甲越强总书记苏林伫有成效的通话表示，越南愿意甲美国进口税率降到0，也建议美方对越南也当扣同款的税率。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